係 straight 5星星嘅，中六頭嗰陣時開始補 ISET 嘅。開始咧就閱讀卷比較容易失手嘅，唔夠時間做啊，或者係唔知點樣嗰個框架佢點樣答。經過佢講解點樣去填嗰啲長問答，寫得比較順暢啲，然後佢可以分析到文章嘅嗰啲主旨，同埋幫我點樣去答問題。寫作方面佢都俾咗好多5星星嘅範文嘅，俾我認識到原來嗰啲作文係可以好有框架咁樣去寫，幫我去明白到點樣去安排嗰啲時間，覺得好有幫助嘅。俾我認識到唔同古代嘅文學知識，佢都提供咗好多唔同嘅道家或者係儒家思想嘅，比較貼中啲 DSE 經常問嗰啲問題。都交咗幾篇文嘅評價，都比較中肯啲，譬如話點樣去升華得好啲啊咁樣嘅，好生動，都比較偏大啲，我就覺得非常適合我。平時去聽開 ICLO 嘅嗰啲片之後呢，就譬如話有啲唔識嘅詩詞啊，或者係唔同嘅詩人，我就會上網自己睇翻詳細啲嘅背景資料，然後去 brainstorm 唔同嘅作文嘅 points， 然後再寫翻自己 notes 嗰度。非常多謝佢，然後佢都俾咗改文嘅機會，係好有幫助。多謝 ICLO。